热情里溶解的。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，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。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，多么像一个骄傲的少年，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。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，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那。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，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。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。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，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，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。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，名誉是一个的外貌。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，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，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，思想渊博。他们的神气之间，好像说，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，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，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。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，博得了智慧的名声。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，要